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配痰配暖，台語安尼寫，配痰配暖。配痰配暖字面上的意思是吐痰吐口水。要配痰配暖，要用衛生紙包起來才衛生。你安尼黑白配痰配暖，無怪人的經體裡唔捌字，閣兼無衛生。配痰配暖，彈出來的意思是唾棄、輕蔑、不屑、瞧不起。出賣國家的間諜，互眾人配痰配暖。你為着利益出賣良心，代志若出破，做對方配痰配暖。伊使卑鄙下流的搶奪人的生理，互人配痰配暖。伊迄個人為着榮華富貴，攏無咧顧情分，我看伊袂起，我甲配痰配暖。配痰配暖的配起配面，發飆翻臉，台語講起配面。伊拄則都要好好，哪會無代無誌，常常起配面咧？伊個人都真青面，只要小可無下伊個意，伊就會起配面。今仔日的台語字配痰配暖，實在真趣味。